处长啊，各位亲人啊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咱今日呢看迄个日儿花心办道咱看了吼，大家拢真用心咧看，大家拢笑安尼吼，笑甲笑爱海安尼对啦。就是讲即摆伫咧心得分享的时间。因为即个物件有1点钟尔，所以爱有1点钟。我遮唱独角戏啊，我想讲我的心得，一定做迄个话，你有注意讲，稻草厝的爱先看。我即个差不多毋爱看过，差不多大家都咧，大家有闲就听就对啦。但是听了有时咱的启蒙较袂遐好，我就先做一个心得。伊讲吼，咱来即个世间。咱袂使拄着什么环境，好诶也好，歹也好，这剧本就是咱过去世所做来就是讲伊讲咱家己做演员啊，兼做男女主角，搁兼做老婆导演所以咱拄着什么环境的时，咱爱先想，咱袂使怨天尤人的。这华语是怎么讲的？咱拄着什么？